郡主好枪法，是在下输了。石大人没有输，而是我使了诈。刚才我用了祖父传下来的回马枪，不然啊，我早已败在石大人枪下了。郡主武艺是巾帼不让须眉，未曾想气度也如此不凡，在下佩服。石大人，咱俩都是练武的，就没必要说这些酸溜溜的文言了吧？郡主豪气，大有当年班老将军之风。今日又得见班老将军真传，也不枉我这些年以班老将军为质了。你欣赏我祖父？只是跟班老将军比，在下还差得太远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们班家有幸躲过一劫，石大人帮了不少忙呢。我来这一路上还在想，送你点什么礼物好，但是也不知道石大人喜欢什么。现在好了，不如啊，我把祖父这套回马枪交给你，当做礼物如何？当真？嗯。郡主见笑了，帮郡主乃在下分内之事，哪里需要郡主送礼？来吧来吧，我这人啊，向来言出必行。蹲低。来。好。对。容嬷嬷是不是没戏了？